自后2026年4月1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不变的主爱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15篇第1节到18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诗篇第115篇。上主啊，阳光只有归乎你，只有归乎你，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，愿阳光归乎你。你若要互外邦人讲，因的上帝伫倒位？阮的上帝伫天顶，拢照伊的旨意做代志。因为偶像是人的手用银、用金铸造的。因有喙袂讲话，有目睭嘛袂看见。因有耳孔袂听见，有鼻孔嘛袂闻到。因有手袂摕，有骹袂行，因嘛无用牙后出声。造因的瓦靠因的，拢甲因共款。以色列啊，着瓦靠上主，伊是你的帮站，你的盾牌。阿伦祭司的家啊，着瓦靠上主，伊是恁的帮站，恁的盾牌。恁敬畏上主的人啊，着瓦靠上主，伊是恁的帮站，恁的盾牌。上主关心恁，要赐福互咱，要赐福气互以色列的家，要赐福气互阿伦祭司的家。我靠上主的人，无论大小，伊要赐福互因。愿上主加添恁的人数，加添恁甲恁的子孙。愿创造天地的上主赐福气互恁。天只有属上主，伊将地赐互世间人。世人袂称赞上主，落去永远静谧的所在的人嘛拢袂。总是阮要称赞上主，对现在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不变的慈爱。伫笔者牧养的教会中，常常会听到信徒分享因的信仰见证。我上接听到兄弟姊妹讲的话是：我是伫走投无路，才来到教会信耶稣。伫台湾沿海地区，常摕到多元的宗教文化色彩，尤其离岛地区，搁较是庙宇一堆，教会却是寥寥可算。伫安尼的宗教文化环境下面，真侪后来决定改信耶稣的人，往往面临真侪挑战甲质疑，因为选择对民间信仰改信耶稣基督，等于是放弃家庭的传统文化。因为安尼对大多数人来讲，信耶稣绝对毋是因的信仰首选，除非因真正走投无路，无其他的办法，若无袂选择来教会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遐个拜偶像的外邦人质问以色列人：恁的上帝伫倒位？即句话常常出现伫以色列人被打败，也是陷入困境的时，敌人对以色列人的踢笑。伫当当时近东的宗教文化，一个国家战争胜利，上时也代表因的生命战胜对方的生命。因为安尼，当以色列人战败，就代表上帝也战败。虽然面对敌人的敲杀，诗人伫国家遭遇危机的时，还指出，敌
敌人的手所做的偶像，因有喙袂当讲话，有目睭袂当通看，有耳孔袂当听见，有鼻仔袂当闻着，因有手袂当摸，有骹袂当行，因袂当发出声音。世人坚信，遐个制造甲相信偶像的人，拢甲偶像相款。尽管有顶面所讲遐个肢体也是器官，却好看，阁不重用，拢无路用。面对以色列被踢笑的处境，诗人邀请人民再次谦卑来到上帝面前。诗人呼吁以色列啊，着倚靠上主，伊是你的帮赞，你的盾牌。诗人除了邀请人民来到上帝面前，也呼吁阿伦的家爱安尼做，因为阿伦的家代表犹太信仰的祭司群体。因为安尼，这个邀请除了针对一般会众之外，也是对宗教服侍者发出的。最后，诗人邀请所有读者甲听者，就是所有敬畏上帝的你甲我，恁敬畏上主的人啊，着倚靠上主，伊是恁的帮赞，恁的盾牌。当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来到上帝面前，寻求帮赞的时，上帝必定确实回应每一个人的呼求，互含伫危难中、病痛中、灵性挣扎中间和阴间关系的人，拢通得到拯救。这个原本失去能力的人，要因着倚靠独一真神上帝，重新得到能力甲智慧，会当勇敢面对眼前的困境，互困境最终通得化解。上帝要保护甲帮赞每一个敬畏伊的人，若是得到帮赞甲保护的人，上好的回应就是甲一切荣耀拢归乎上帝，搁感谢伊，因为拯救是出自伊迄信实和不变的主爱。默想，当我走投无路的时阵，是毋是会找求上帝？当我走投无路的时阵，是毋是会当找求上帝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当我遭遇困难的时，求你互我学习敬畏你，独独信靠你，恳求你因着你不变的主爱甲信实来帮赞我、保护我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